有朋友食咗呢隻草肌活心丸，食咗一段時間，佢啲壞指數真係回落咗，所以介紹我食。啱晒我呢啲成日要拍片食好多油膩嘢，或者成日戒唔到口嘅人士。我自己就食咗一排，覺得精神咗，少咗頭暈、心口痛嘅感覺。佢呢一隻黃金升級配方，除咗可以做到溶解血管垃圾、通血管，仲可以修復血管，真正做到防止三高超標。佢仲要成分係全天然，其中包括納豆，有強效溶解血管垃圾嘅作用。新配方入面嘅37丹參係1:1黃金比例，大學證實最有效暢通血管。雖然市面上有好多產品都標榜37含量高，但唔係越多越好㗎。37嘅活血能力好強，女性食得太多會受唔住，出現頭暈作嘔嘅症狀。但呢隻草肌活心丸好溫和，男女都啱食。超過100位醫護推薦活心丸，有數據 support 成分有效，效果好，所以我都食得好放心。每日1粒就可以保持血管乾淨，想強效療程就可以每日食2粒。呢隻草肌活心丸喺萬寧、草肌門市及草肌官網 Sinnomore 都有得賣㗎。